现代第一版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。我是保罗，照咱的救主上帝，甲做咱望的基督耶稣的命令，我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写批互提摩太，信仰上我真的囝，愿拜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恩典、怜悯甲平安。我要去马其顿的时，有劝你着留伫以弗所，通命令一寡人毋通传别款教义，嘛毋通浪费精神伫无影者的传说甲倒落长的族谱，因为遮个只有会引起辩论，袂帮助人用心了解上帝的计划。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，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、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信产生的。有人对这个偏离失迷伫空虚的谈论，因连家己所讲、所主张的都无理解，阁想要做律法教师。咱知，人若正确使用律法，律法是好。咱嘛知，律法的制定毋是为着正直的人，是为着不法甲无顺服、无敬虔甲犯罪、无圣洁甲贪恋世俗、杀死父母甲杀死人、淫乱、好男色、拐诱人、讲白贼、做伪证，也是违反健全的教义即类的人。这个健全的教义符合应该得到称赞的上帝所交托我迄个荣光的福音。我感谢互我开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伊看我做通信任，指派我做找用。虽然以前我放毒、迫害，搁甲伊侮辱，抑搁得到怜悯，是因为我还未信、毋捌的时，才安尼做。咱的主使我丰盛到满出来的恩典，互我得到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信甲疼。基督耶稣临到世间是要拯救罪人，即句话通相信，值得完全接受。罪人中我是第一歹，毋过我得到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即个第一歹的人来显明伊无限的耐心，通做后来信耶稣来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。愿尊贵、荣光归于万世的君王，永远存在、看袂到、独一无二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的囝提摩太啊，照以前关系你所讲的预言，我将即个命令交托你，互你通用这个预言去征战应该赢的战争。你着持守信心甲清白的良心。有一寡人放杀良心，tri到信心，亲像船搁浅。其中有苏米乃甲亚历山大，我已经将因交互撒旦，互因受教示，无搁放堕上帝。